中华海珠是推动总公司的所在，产业发展带来成功。当天已经成功离沙，路径之内也吞好光景。他们推动赛走同样没落，成功离沙也不用给限30年的哟。不过研究也只个这个开放的，发挥个利用。爱爱海珠工作团队落来过后，提转型做农用书店，提供农业相关用书，同时不定期为办展览。也只个也卖海珠水田实体富有计划生产的米，以文气息以外，还有农村的米土。工作团队想要囤下老空间，打造做农乡文化自信站，韩国希望外地人是得对呀来认识海珠。中华海珠乡也动有90年研究的成功离沙，30年冇做成立过后，过一摆开门营业。不过也下唔係本年嘅，係賣書，韓國係台灣唯一嘅農用書店，賣嘅係同農業有關嘅書，個有語文意思。当初成立这个农用书店，其实跟我们这几年7周在推的那个水田湿地有相关，因为这些农民他们可能一般用惯性农法，可是对于其他的知识或者是各台湾同样在发生跟农有关，可是是友善的这方面，他们可能还不是这么的资讯能够这么的直接多就是拥有这样，所以我们决定成立这样的书店。海珠乡本单就是农业乡镇，乡民单单就耕种落实，总系都可以安尼一间农用书店，对农民来讲有个大的帮助。他们开业我要去啊，哎呀，我们有空也会去那个看看看什么书，我们会去看的，有空我们会去看，很好了。农村中头中老年人过多，好多有地位老农民可能唔识字，虽然很多农用书店，不过书提亚家嘅是唔足够。我们书其实是一小部分，反而是他在书店里面，他不是最主要的角色，反而是在我们在软体面的经营上，比如说跟农民一些分享会，或者是参访，或者是一些小活动，就是跟人之间的互动是比较相关，然后去田里面一起做活动，去学习比较多这样的成分。我觉得要慢慢营造，目前的话大概有2-3个大哥还蛮常出现，就是他就会就是把它当做一个当炮的所在啊呢。然后，但是如果要让更多人的话，我觉得我们需要再透过可能办更多的活动啊什么的，然后这些活动是跟大家是觉得跟他的生活是有关系的，然后慢慢的再让人越来越多进来。成功离沙農用書店係愛愛海珠工作團隊同上水農產公司共下來經營。嗰所書店度每買到水田實體復育計劃，冇用農藥、冇用化學肥料種出來嘅菜田米。唔用除草劑，農民就會行過曬網去割草、幫草也掉，冇用鐵後藥。雖然米嘅產量有個小地位，每天都都為細生活殺變到位。韓國米有報價數高，嗰所農民歡喜來參加水田實體復育計劃。用那個化學肥料，那個差不多有1500至1800台斤啦。用這個水田濕地這個有機的哈，這個比較少啊。1分地差不多有1000台斤了。苗啦，那个青蛙那个小蛙，这个都很多了，这样有差别的啊。如果没有做水田湿地，我们那个输农药那边比较没有。我们长期以来，农民就是处在一个我们不断的就是大量生产，然后可能用农药啊、用化肥，它可能一方面可能伤害了土地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农人他可能不断的就是为了生活，其实就是也会觉得为了生活，然后但是他不断大量生产，但是进入原本的这样的产销体系，然后他就量很大，然后又被压得很低，然后一直在这样的循环，那我们就会觉得说这样子是不是有别种路可以走这样，所以就开始了这个计划。
有关海珠水田实體復育計劃的故事，喺成功里沙農用書店2樓嘅展示間度沒看得到。这边是展一些，就是我们其实当我们不用农药、不用化学肥料之后，它其实很多事情变得不是这么的容易。那这里就有一些病虫害，那这几个都是农民就是最讨厌的东西，像金宝类啊，那这酸辣草。屯里沙空間拿來好好利用，本單個有老師面嘅間內提規劃咗無共用主題嘅展覽空間。成功里沙本身含流能該站地位出價硬貨，其他文物唔是講沒有，加備長巷、攤等舊風嘅花布皮骨，作嘅項表面老師用高嘅天花暖敷壓掉，該老師嘅風格。屯老里沙嘅風法在個展現出來，來到呀就像韓國老頭擺。这些物件其实都有当时候一个年代的一个风格在，所以我们也不希望说用太新的方式再把它更换掉，就用它原本所拥有的这些素材，将这个成功旅社呈现出来。就連嘅時節，里沙嘅家私表就含流燈，流到以後，可以看到當時候的價格是多少，它是算人數的，然後還有分房間，就可以看到以前。住的這方面，他們的價值是多少錢？不天氣盼展覽買農用書未買米，成功里沙農用書店唔想搶單做一項，要做多用途嘅農用文化指信站。溪州鄉擁有這樣子有文化、有歷史，然後又有一點農鄉特質的這樣的空間，其實並不是這麼容易找到。那對於這樣的空間使用，其實我們也是希望說，它變得是很複合式的，對，就是說什麼事情都有可能在這邊發生，講座也好，或是電影院也好，或者是大家開會，或者是農民上課的等等相關，其實是很複合式使用。我們會想要把它慢慢做成一個人可以在這邊就是互相交流，包括農鄉的人可能可以在這邊互相交流農法啊什麼的，然後包括都市的人可以來這邊看到農村它的樣貌。是當日年來年去，經過繁華好光景的老里沙，睇下這個看得到海珠的歷史同文化，一下變做農民交流農事、認識農業新知識的好素材。韓國係愛種人來認識海珠亞站農村鄉鎮嘅平台。